有一寡伤痕会当讲是规世人的痛，甚至这痛会延续到骨肉大人。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引起外界关注，促转会第29举办咱的明治公园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设计展，公布4组设计团队提案。促转会也伫咧会动表达构想，主张把规个建筑物保留落来，改做是民主历史纪念馆。不过这内面的当商就爱刷走。这个过程就是说，这个选题它本来就是有各种可能性。小计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向，促转会5月底任务就要结束，特别请来4组设计团队提出转型构想，其中有包括以建设的良心做主轴，改变当上的铺排等等，让大家来想象。促转会伫记者会嘛提出建议，这个堂体要做一个民主历史的一个记忆馆，那这个记忆馆，我们希望它是可以铭记台湾还有国际从不民主走到民主的历史经验。叶凤玲表示，因为民主嘛是会衰落，所以希望把民主历史记忆馆当作反省维权的教材，嘛希望规划相关的艺术展览区，通甲两厅院的艺文性质相像，有会白色恐怖受难者错款路，嘛表达无论空间安怎改造，因甲家属的诉求就是医毒当上。同体移种里面以后。这个政党轮替是常态之下，不断在变革以后就不会在那种争议性情况这个产生。针对各种的提案，与会立委嘛表达，即卖受法拢是纸上谈兵，会想看卖安怎协助落实。促转会嘛讲，举办展览是要互外界知影讲，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就亲像马拉松，伫因的任期结束了后，会甲推动转型的汇报交予行政院，搁做后续的处理。记者陈亚文、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